欢迎觀眾朋友再個轉到四條國際嘅節目現場，今日嘅新聞幕後單元，帶下來關注嘅是今年禮拜嘅美國期中選舉。看到了民主黨呢套眾議院呢係綜合多數，唔過套參議院嘅還係少數，甚至席次又減少。對未來川普嘅執政，甚至也未來連任會帶來乜嘅影響咯？今日請到嘅來賓係文化太好嘅經濟呢教授錢一新，錢教授。教授你好，你好，各位觀眾好。教授，我們在訪談正式開始之前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美國的選舉的結果。我們看到說，今年的這個眾議員的部分，可以看到說它，民主黨本來是193席，我們看到現在是成長到了220多席的席次，然後呢，這個共和黨的部分呢，它是退步到了199席。那現在的這個眾議員的部分，民主黨是佔多數的。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參議員的部分，參議員部分的話呢，大概就是共和黨還是維持他們多數51席，甚至到52席這樣的席次。那這個民主黨部分呢，反而少了1席，從47席變成46席。然後最後我們來看這個州長的部分，它就是民主黨成長到23席，然後共和黨呢就退到了26席。而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我們這樣子，我們可不可以解讀成說，民主黨在這一次的選舉來說是屬於勝利的？民主黨呢，我覺得他在參院他沒掌控，所以說眾院他重新在8年之後呢，掌控了眾議院，州長呢還是共和黨佔多數。所以從這個來看呢，他算小贏，但是這個他談不上是全面勝利。那麼畢竟沒有把川普總統呢逼成一個叫做跛鴨總統。通常2個院參眾兩院都被反對黨掌握的話，那總統就很快就變成跛鴨總統。但現在他掌控了參院，而且席次還略有增加，那顯示呢，他這個川普的這個主義呢，還是可以相當程度貫徹。現在就比較麻煩的，眾院會在他的一些民生議題、種族議題、移民議題對他做出掣肘。所以說川普說他沒有他贏有點誇大，但是最多只是小輸，我不認為他是大輸。是，老師，那你認為這次我們說是川普的期中選舉啊，也可以說是對他的期中考。你認為川普在這一次帶領的共和黨有及格嗎？就是勉強及格，勉強及格。但是因為歷屆這個美國的期中選呢，執政黨總會在2院裡面掉，他參院不但沒有掉，反而增加。然後眾院呢掉的是有限，而且這次眾院為什麼掉呢？最主要是他有這個有50-60個席次，很多其中有一半以上都要早退，不想連任，就很容易就交給比較 junior 的這個首席這個參選人去應對那些民主黨的比較資深一點，所以說很容易落敗。所以眾院的這個勝負之數早就差不多曉得了，非戰之罪，也不代表民心向背。那麼參院呢，反而是他在最後曉得眾院那個大勢已去之後呢，就全力輔選參議員。那麼全力輔選共和黨的參議員，所以共和黨的這個席次增加。何況呢，民主黨呢，有10席要面對川普在2016年勝選的州，所以他們面臨的挑戰比較大。而共和黨就1個參議員要面對這個希拉瑞勝選的州，所以說他們兩個人之間也是勝負之數早就已經可以定論了。是，所以說這一次在民主黨在這個眾議院，共和黨的參議院，我們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嗎？基本上這各方的評估都是這樣，甚至在8月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類似這樣一個評估出來了。是，我在一個好幾次的報告中也提到這一點，就是他這個勝負之數大致可以確定。州長當時比較混沌未明，因為州長殺得很激烈。對。那麼很多參議員呢，也這次兩黨各有這個勝負。那麼最主要州長呢，這個對共和黨這個有加分的效果，因為州長可以有這個極力龍源的這個。重劃選區的這個權利，就假如他的這個州裡面的參議州裡面也有參議院、眾議院也配合的話，他們就選區重劃呢，對於共和黨在2020年的選舉有幫助。再加上呢，共和黨執掌這個民主黨執掌這個眾議院，那麼會對他產生掣肘。那川普也可以反過來把這個責任，他的政策沒辦法推動，或者是他的競選承諾沒辦法那個執行，把責任推給民主黨。
老师，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像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每一个美国总统在他的期中选举的时候，通常都会失利。那我们看到有一个资料，就是说，大概从30年代以来，的确是几乎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有几个少数例外，当然第一个就是1934年的那个小罗斯福总统，那时候刚好要新政之前二战之前的这样气氛，他支持率高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个可能看到就是这个小布希总统刚好碰到911恐怖事件，他支持率大涨。所以说，川普基本上来讲也难逃这样的，我们说是魔咒也好，或者说一个明星的趋势也好。那为什么美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说为什么谁当选总统之后，下一任他或是说他的其中表现就比较不好？川普算是这次来讲呢，他只丢了众院，丢了这个不少席次。那么最主要也不是他的政策上错误，因为他非战之过，因为他的政策并没有显战，由于他的民调可以看出来，他的民调呢仍然维持40几，这算是很高的了。这个比奥巴马他的前一任民党总统高很多。奥巴马碰到期中选的时候，民调更惨了。那现在他能够维持40几，虽然高，虽然这次支持这个川普人没有这个像反对川普人数略多，但是基本上能够在期中选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支持率，算是不简单，因为他做到了很多他选举的承诺。那么当然了，还是有些做不到，将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给众议院，所以他其实他已经算了这个偷笑，他暗中偷笑。有这样的一个众议院呢，对他来讲反而是好事。否则你假如两院都掌控的话，你又做不到你的承诺，那不是更好笑吗？那不是更容易被人家被对手所诟病吗？所以他这样来看呢，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好。所以他说他胜，我说不认为他胜，至少他应该是最多算小败，小有一点这个亏输在这个众议院这方面。可是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美国的总统期中选举都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你竞选承诺都会先开支票，但是选后很难做到。川普这样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对，所以才能够维持小败的一个局面啊。参议院还反而小胜，那么州长也小胜，所以这个局面来看，对川普来讲是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满意的，所以他说他大胜。但我们从客观者的评论来看，众院毕竟还是输了。我们以数字这个论成败嘛，你总是输了就输了啊，但你还是可以有很多benefits 从这场选举中得到，就是他的明星支持率还是蛮高的。所以我说众院的输呢，不代表明星的向背，那这点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他的政策还是能够 prevail 在未来的2年 prevail。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内政上面可能在众议院里面受到一些掣肘，包括民生问题、健保问题，或者是这个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但是枪支管制问题呢，或者中国政策方面呢，大概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中国政策已经蔚然成风了。枪支管制这是历届总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不太敢碰，也不太敢甚至像 Kerry 这个现在后来做过国务卿的 Kerry，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呢，一度他从来不是长枪会会员，临时加入长枪会会员的。所以说，你看川普其实这一次选完之后，他开了一个记者会，而且他风向转很快，马上说，我们可以跟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来好好合作。他丢出这样的讯息，但是后面他又加一个但书，但是如果你们要战的话，我陪你们战到底，而且我们比你们还会。摆明的就是 carrot and stick， 就是胡萝卜和棒子并用。这个胡萝卜棒子并用的好处也给你，我还支持这个 Pelosi， 就是8年前的那个众院议长是民主党的，他说 Pelosi deserve 这个职位，众院议长。因为他也的判断是Pelosi 一定会卷土重来做议长，所以他先抛出个那个示好的一个球出去，然后呢再说你讲要战我也可以战啊，要战我们大家互相扯后腿，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啊也没关系，他也不怕，所以说这是棒子胡萝卜并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策略。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说，他这次的态度其实也并没有对共和党也并没有放软嘛。我看很多报纸都在写说，其实他有放下身段了。你觉得他有放下身段吗？放下选举的时候当然要放下身段，但是他政策上不放下身段。是，选举他放下身段是为了拉取选票嘛。对，他这个政策其实很多美国人呢对于他呢当选呢是很觉得很满意的。当选之后的2年也觉得还不错，大部分都还做到了他的承诺，虽然有些还没有完全彻底，那么但是呢，他的确实这个在很多不管是外交还是内政上面经济上面，他做的都是比前任的来得快，而且真的是敢做，而且敢讲话也很自信。就是说在贸易战之前他就说美国贸易战赢定了。
这就给人家先声夺人的那种感觉，他自信很强啊，所以说在后面来讲，他就看看未来2年他的还可以耍很多哎。老师，你刚才有说到说，其实川普在美国选民当中还很受欢迎哦。我们来观察这次选举，似乎整个共和党就是被川普拖着选的。不单共和党被他拖着走，连民主党很多参选人都打着川普的政策。不敢打他的旗号，至少打他的政策。跟所谓打的不是打着他的政策的旗号，强调他的政策，强调那个川普的政策是也跟我差不多的，是我们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Me Too 的运动。因为像是 Wisconsin 州这几个州的那个众议员嘛，我看好像有些就是美国传统的红州众议员，民主党要去选，他都会去附和川普。对，没错。所以他这个川普的川普主义呢，我觉得还蛮 prevail 的，还能够畅行。所以打这个政策并不是要打击，而是他是打着他的政策的旗号，比如说反中政策，他现在已经是蔚然成风了。那美国这个不管是从白宫、国会到这个联邦政府，到各个部门，到这个商业界、企业界，还有这个学术界。军方都支持他的反中政策，很少有异议啊，这是很难得看到的。这个多年来呢，美国各种政策总是有不同的声音，但这次反中政策异议者可以极少。我所感到对他的政策表示质疑的大概少数几个人，一个是 Graham Allison 写古巴飞弹危机决策本质的那个作者，其他人几乎很少反对，尤其公开反对的更少，也许有私下不满的。等于说现在反中是美国朝野的这个叫做。很难得的共识嘛，对，是可以说难得共识。不管国会、参众两院都一样，所以我说，即使川普在众院小输，他的反中政策仍然这个一枝独秀，而且会继续扩大。是，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也很难免的去讨论到说，我们比较好奇是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尤其像碰到这一种参众两院总统没办法一手掌握的时候，尤其是像是众议院这一次是民主党所掌握的时候。那他在推行政令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冲突？有一些内政上会有一些问题，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移民问题，或者是这个税的问题，所以他可能还要小心从事。另外，在这个国防问题上面呢，虽然众院掌控预算。它是 power over purse， 就是口袋的这个权利啊。那参院可以否决吗？对，参院第一，参院不会配合众院；第二呢，因为在反中政治之下，你一定要给国防更大的这个后援呐，你怎么能说不给国防部子弹呢？所以这个国防授权法还是照样会通过啊，只是有些很多一些太不合时宜，或者是会引起美中严重对抗的案子呢，可能会就摆在这个众院里面，或者是出不来啊，甚至参院也可能觉得众院不配合他们，也许也不会推。但是呢，很多政策现在已经推出来，中共已经开始跳脚了啊，台湾旅行法啦，啊，美国的2018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的修正案，包括鼓励美台的军舰互访，另外还有鼓励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呢，鼓励台湾呢增强军备。发展不对称战争啊，发展后备军人的这个战力啊，这都是让中共觉得美国好像有点做了过头。但实际上这些政策要不要做，由川普说了算，不是国会通过啊就一定会执行。好，谢老师。今日比上半场来讨论，下半场呢继续关注呢，也拜该其中选举对川普未来对中政策会有乜嘅影响，等下还能继续来关心。欢迎观众朋友再个转到讨论的现场，下半场呢继续来关注一场其中选举对未来美国经济甚至美国对外关系会带来哪的影响。老师，当然我们下半场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先接续上半场的这个议题一下，就是说，这一次民主党在这个众议院掌握了多数，当然可能还不到这个2/3那种很大多数哈。但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川普的任内，尤其他对他不满的时候，向川普开战，甚至提出这个弹劾案？我们现在先从历史回顾一下，就是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跟后来1960年代詹森总统同名的那个姓氏同名的一个詹森总统，差点被弹劾，最后差2票没过关
没有弹劾成功。20世纪有2位总统，险些被弹劾。第一个是尼克森总统，后来以交换这个条件，就是他下台，然后由副总统福特继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福特给尼克森特赦，当然福特也因此遭到了很多抨击。那么后来一位这个被弹劾总统就是1992年当选的克林顿总统，因为卢温斯基事件呢被弹劾。被弹劾呢，他用了他的很多这个演讲口才辩解，说的天花乱坠，然后被他闪过了，因为大家只重视他的经济的表现，所以被他闪过。这个世纪呢，21世纪又出现了一个川普，是一个可能被弹劾的对象，但是弹劾要不要成功，要找到实际证据。因为尼克森被找到实际证据，那么像这个克林顿呢也被找到实证，但是被他口才给盖住了。那么现在呢，川普呢口才也不差，而且你还找不到他通俄门的实据。对，实证有没有？没有实证。美国人是有很多开放给外国这个社团啊或外国裔的人呢去开广播公司、电视公司所以并没什么稀奇。俄国人在那边要去宣传，美国人要不要相信是一回事。你不能说俄国人宣传，美国人就一定相信他的就是错，你这个查无实据嘛。很多事情你要查到川普呢，要有这个通俄门的实据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认为通俄门事件已经是雷声大雨点小开始办得很雷厉风行，但现在已经看来提不出什么具体证据。所以这个当然共和党的这个人呢会晓得，民进党一定会在这个占了众院之后呢，会想办法来弹劾他。但是选民民进党选民也有这种压力，那么民进党的议员也有这种压力，但是能不能做得到？这个这些共和党的民进党的老手呢，他们是认为做不到的。做不到呢，他们要承受选民的压力，所以到最后呢，就你们找不到证据也没办法，要联邦调查局提出具体的证据，而且这个针对通俄门那个检察官穆勒要提出更漂亮的证据，才能够一枪让这个川普毙命，否则的话，你是打霍希利抓他的手下什么都没什么用是，可是我们讲到通俄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川普在选后马上要改组他的内阁成员，第一个换掉就是这个司法部长 Sessions。为什么要把它换掉？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通俄门有关系？也是跟通俄门有关，所以说他认为把它换掉因为免得他被传召，政府官员被传召比一般的人民被传召更严重，所以说他换掉呢，就是也是一个替他自己通俄门的解套的一步。他还会有很多步很多到时候必要时他也可以要求你公开调查的这个文件，看你有没有具体证据，没有具体证据他不怕的。美国总统有这样权利吗？你要让人民信服啊！你要说我有通俄门的证据，你拿出来给我看呢。所以这个是一个任何人被起诉人他都有这个权利，你不能说起诉我却不让我看到证据，那不行。可是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说，现在川普在选前，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上半场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现在川普对中国的政策其实是蛮强硬的，他选前很强硬，但是他选后呢，马上似乎又在G20之前，马上似乎又丢一个好像跟你递出橄榄枝，说我现在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我们还是可以谈。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变？他在这个期中选前他就已经抛出来了。而且显然中国大陆也做了某些让步，才会重启谈判。因为呢，按照美国财政部长那个米鲁钦呢所说的，这个中国大陆除非做出重大的这个结构性的调整，美国才可能重新谈判。但我认为结构性调整，中国大陆是一时之间做不到的，所以他只能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在这个贸易赤字上让美国满意一点，让美国多拿回一点的好处或者这个利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科技公司上面做出一些让步将来就尤其在不会再要求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公司交出他们的这个机密。现在的做法是，美国在大陆要开设公司，包括雅虎啦、Google， 真的要交出一些机密，那美国非常反对这样做。另外在制裁权上面，中国大陆已经在表面上遵守，但美国要求他做的更多。所谓遵守，就是说每个公司都会买一些正版的软体，但是他不会
全部都买，不会让每个人都买这，所以美国人可能要求他买更多。当然，任何一个公司买这个某个美国的软体呢，也不可能全面都每一份软体都是正版，所以他一定是买一个是会多一点。以前可能中国大陆买个2、3份，现在可能要求美国要买几十份，所以中国大陆就是多花点钱来解决，来表示他尊重制裁权。另外还有很多呢，那个将来呢，可能呢，美国的大豆，因为美国也很麻烦，因为不能老是补助农民，叫他们减产大豆，所以大豆问题呢，在中国大陆也很需要美国的大豆，否则很多猪都要节食啊。大豆不进来的话，那猪要跟鸡啊、鸭了要重新搭配他们这个饲料的这个比例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要准备进口美国大豆，这就是释放讯号，我还是需要美国大豆。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备用的招式，就是他们今年开始要开始慢慢广种大豆。那所以说，在将来明年还会继续有好戏可看，因为明年呢就是选前的美国大选前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他可能明年就开始就要试招了，就很多招式就要试出去，所以明年春暖花开之后，可能美国下一波的贸易战的开始有可能，而且甚至可能提高到科技战。汇率战，这一次中国大陆其实广泛来说程度有做点让步，是不是也看到说，其实本来中国方面是想要看美国川普是出丑，结果没有看成。大概一方面也之前就晓得，大概也看不，中国大陆情报也做得不错，晓得众院大概是会易手，参院仍然更多，所以说中国大陆想要完全看美国笑话是不可能的。事实上8月份就有这个迹象了已经看得出来，川普的最多在众院小败。果然后来发展也如此。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显然也发觉还是早点让步了，而且会比较好，因为美国跟欧盟、日本正在准备设立新的贸易游戏规则。中国大陆假如任由这样的发展的话，那而且自己又是局外人的话，可能会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结果。虽然中国大陆也有他自己的设定游戏规则的这个一些场域，包括这个 RCEP。就是区域经济合作这个伙伴协议还有一些这个上合组织等等，但毕竟美欧日本这三个大这个经贸体联手的那种效果是更对中国大陆的压力更为严峻的。是。那老师，我们看到说，其实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对台湾的关系哈，尤其是郭董之前在这个 Wisconsin 投资了100亿美元，但现在呢 Wisconsin 翻盘了，州长换人做了，然后说要可能会重启谈判，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郭董就是当然他以为威斯康星是这个对他有利的嘛，因为威斯康星在2016年呢，川普获得了胜利那么现在没想到翻盘，当然可能就要稍微做出赔一点损失吧。但是我相信威斯康星也应该不会排斥郭董在那边投资，因为那个新的州长也要政绩啊。这个政绩你把它废掉的话，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所以你能够找到替代的人物或者替代的投资是。因为它刚好也是符合这个美国制造或者把产业进美国的政策，是 American First 的大原则下，所以他威斯康星州即使他国民党赢得了这个选举，还是要考虑嘛。那这次台湾我们自己政府方面应该怎么看待这一次美国选举的结果？淡然处之，因为你新的川普这个选后的川普政府呢，他会短期内跟中国大陆又开始恢复正常的关系，但是可能在不久之后呢，又要这个恢复贸易战或者科技战。那这个是台湾假如说过度押宝，像前一不久呢，我们就让这个联电受损，因为我们把美光的这个资讯呢都交给美国的司法单位，让他们去调查，结果让我们联电受损，让大陆的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公司，福建的一个科技公司也受损。所以说这样子做呢，看起来是挺美国，但实际上你在两岸之间呢，可能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大陆可能对台湾下手更重，因为你摆明了剑指美国的话，美国大陆当然也手下毫不留情老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说，你刚才有讲到说，川普可能在2020之路可能还是会蛮顺利的。当然，他也马上说他有意要竞选2020，而且他还会找Pence 来当他搭档。你怎么看接下来这2年，甚至川普他的连任的可能性？你看这次他的支持者的手上拿的广告牌或者支持的牌子上面已经口号都改了。上一次是 Keep Americ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次呢字更少，叫 Keep America Great， 让美国继续伟大，又简单又明了。
那么所以说他已经早就有，事实上我们这个词这个台词我们早就晓得了，他就下一次的口号就是这个。那么现在他开始就是一切都为2020年的竞选连任铺路，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呢，未来1年多呢，将有好戏连场啊，一定会让这个大家呢跌破眼镜。它有很多好戏，我们一时的常常没办法预先预料。但是我相信贸易战、科技战是美国一个利器，而同时打台湾牌也不可避免。但是像是在民主党这一次，其实他们在州长方面其实选的也不错，也拿到23席，几乎可以跟共和党分庭抗礼。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竭力蝾螈划分选区的方式，取得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位置？共和党还是多一点嘛，所以说还是占优势嘛。竭力蝾螈就是让你这个把选民呢，不要划分到毫无意义的那种这个选区上面，要把它划为有利的选区上面。那对两党之间都会有一个竞争和争夺战。那么这个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政策是不是能够得到民心。是这次我们知道这次选举并没有反映这个民心向背，但下一次选举呢，你还是要川普来讲，他要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才能够在这个大选中获胜。是，所以说呢，下次其实他还是要在内政，不管内政外交上面，可能都还要再施加更多力道，施加更多压力。外交上呢，就是打台湾牌，打这个反中牌，还有友台牌，他都会打。那么这个台湾要如何妥为应呢？可能就是蔡政府的国安当局呢，需要更加的这个慎重。好，谢谢老师。老师。